呀，萬夠，各位聽眾，我再歡迎咱就等來收聽別人福建的節目。哎呀，死等陣我的 screen 有冇小貴อันนี้ configure camera hub 等陣我撳下暗定，冇我變就冇諗。感謝各位聽眾特別嘉賓收聽別人福建的節目。這個禮拜我再等來講別人福建的新的話題，講有超有禮物幫助。來，咱來歡迎咱特別嘉賓，先老鳥先介紹先，你新的慢慢收起來，到啲銀行會收隻花紅。其實，你是花紅哈，想不花紅是 bonus，sorry 講唔對。阿龍 ，hello， 阿龍，安怎冇聲？哦，對，我未撳 mute 啦。你係麥，差條你邊？唔要緊，等你慢慢調，你學我點先調啦。OK， 阿龍歡迎，感謝你從幾嚟係唔是我做，攏介紹。對，就是介紹到嘅介紹，看咱個介紹到嘅。然後有人嘅老趙，我哋都歡迎，我哋都。Hello， 然後哇，就冇咁賤嘅啦，見未？有時間，哇，交晒字，準中位了，交晒字交了。Finally 交晒字，曉，你看，同佢我講條網到底得嚟啊？等我看。唔是私啦嚇，簡直唔是私啦，等陣我講，簡直到底得嚟Facebook， 佢有Vertical。哎呀，我未記開 TikTok， 等陣我未記開 TikTok， 頭一排未記開，等陣我記開 TikTok 就先你看 TikTok 特別個差唔多準咧，我看到呢邊但是啷到啲 TikTok 會看到嘅時候，等陣我被 TikTok 未看到過，你同我會幫過，等陣我 start 就是你看老毛老OK， 我 go live and then Hokkien recording。OK go live 啊 OK TikTok 冇有人啊，所以當今真係一清即係人家就觀念啊，知道觀念嘛，清朝觀念嘛 OK 了個有往是新疆來往嘅錄音頭一擺嘅錄音，就是叫做邊邊。馬祖，歡迎！哎呦，我喺大地呢邊。馬祖你使調你 camera 拍開哦 ，horizontal。等住，我等住。because 我是用電話，你知啦電話。特別你電話拍開唄，你電話拍 horizontal， 係 horizontal 成調。horizontal 啦，我就叫咩啊？當然 horizontal 啊，真係別嚇。你貴你電話啫，貴你電話。貴你電話喎。貴你電話，你看哦 ，sorry， 特別你是 iPhone 還是 Android iPhone？ 我是 Oppo Android。Android 你 lock 你 lock orientation 咧。特別你電腦就會 unlock orientation 先喎。unlock 啊，死我都。總人佢 setting 嘅位，你去 setting 嘅位，再要嚟 auto rotate 嘅。跟住啊 ，setting 嘅位啦。嗱你開嘅 auto rotate。跟住。哇，南西佢看到 TikTok。對 ，setting。跟住。我走去 TikTok 看，我唔捌啲 TikTok 看。OK， auto rotate 有了 ，auto rotate。嗱，你當佢當我係開，但我係開。OK， 啦，大家啦，嘅，OK， 啦，呀 ，OK， 水，冇參考啦，哇 ，OK， 聽到啦，聽到，阿妹接落來，妹聽到特別我人看到你個水啊，你介大較面較大地嘛，你有時面大幾排，等陣我就面夾牌，我係即哎呦死我未 switch 去 live。等，等陣live，你等陣你即係紅線嘅啦，你 fans 嘅啦，對咯喎。我擒了，我對於擒了冇 friend 咧。
我唔是YouTube 我都叫人嚟看 YouTube 嘛。你話係啦，你 YouTube 嘅人係咪支持者，係咪出隻叫講你share 到 group chat 啦。讓馬祖，特別馬祖是頭一擺叫呢喎，即邊邊馬祖是頭一擺叫，所以你人若是到啲看過邊邊馬祖嘅人，就會使起來甲我講一聲，當時是人啊，到幾個不了解。我嘅係我 Facebook。嚇對，讓邊到啲邊邊馬祖嘅 fans 會使到啲 comment 嚟講者。邊邊馬祖特別是即係，特別我係喺嗰個 Facebook Messenger 度俾，跟住我係 Facebook Messenger 度俾，所以誒，Lisa 伊人接起啊，本嚟。你真正你往到啲 Facebook 誒，到啲 YouTube 有，到啲 TikTok 有，我特別幫嗰個Messenger 啦 ，because Facebook Messenger 只係人看嘅。你好，你我被做咩嚇？我被做咩？哦，對，我係你講乜嘛？講。跟住我這裡why 嚇 active speaker 得嘅呢？跟住我係active speaker。OK， so 嚇我按呢，喲是，等陣，伊用伊等我，一啲用伊等我做嘢 send messages 去叫人聽嘛，所以人是 diva fans 人會使甲我講者，到啲 comment 嚟講者 ，anyways，OK，let's start 落in，I mean，唔是 start，not already start 啊，係咪，妹，我 channel invite 啊，你叫 under。invite you。個 TikTok 嘅人 ，hello， 歡迎 TikTok 嘅朋友。個有人嚟 Clubhouse 未記咗，等陣 Clubhouse 是一邊，Clubhouse 嘅刷起一邊嘅。Clubhouse 嘅朋友嚟，就係看隻 Clubhouse 嘅朋友就 Clubhouse 朋友有男曬咯。等陣。我真係話哇喂！咁咪 right 啊，做呢隻 stream 啊，上咁先啊，嗱，人家有幾百萬嘅 supporter 嘅條件。特別話同佢個 like 冇阿貝哥，等陣我同你講句啦，你話大佬你都唔知。平啲仲有人喺度啊，就佢我按呢隻我 TikTok 又佢 Instagram 又佢話佢了。是啊，安咗。我都冇同你講。我都冇同你講句人，我冇看到。等我看即係 TikTok 有十六個人，YouTube 嘅會到YouTube、Facebook、YouTube 差唔多有17人到啲合併當 game。OK，嚟，但個嘢啦，normally 成日看啦，如果是人 warm up 嘅，normally 成日跟 live 嘅，伊人冇啲快啦 ，warm up 就先啦。normally 我諗都知道唔一樣。嗰時候我當叫我 Facebook 咧，講我冇 message， 我冇 hello 起來，我冇 hello 幾個。你試咗都唔得嘅，我就朝早你可能唔知啊。喂 ，OK， 等 before 咱 start 時，要感謝咱嘅本來福建嘅支持者嘅了，咱武郎西地安包你個接來呢，武郎西感謝武郎西地安，然後咱3個嘅朋友地安的確阿妹咯，白兔咯，白鳥個南西感謝，然後個有的確。阿 boy 教4個，啲個阿 boy 白鳥，啲個阿 boy 白鳥咧是 subscribe 嘅，所以大概只有嘅，教3字，感謝教3字啲人，4個不能晒，早起請起來，嘣就接來位，所以感謝大家。但是講咱要支持邊啲學嘅咧，咱係去邊啲學嘅 .com， 網頁為邊樣下邊有一地。即係support 邊啲學嘅呢？你 click 者啊，都不上嘅辦法，趁支持邊啲學嘅啦，感謝。了，看這禮拜咧，我咪講嘅，我哋是豆哥介紹就豆哥。三百不拉真本來喎，三百不拉真歡迎啊！嘿，你真冇開咪啦？未開噶。我 speaker 唔定，伊未接我 AirPods， 伊個 speaker 直直出來。哦，我看你個再接來拍攝啊，等陣。電腦問題。咩嘅阿龍？
你是看不到伊邊，唔是聽不到聲啊？你講 speaker 問題。無，伊會係伊嘅聲接伊去啊，特別係被接出到 speaker 位。等陣我看本來學見 on TikTok 掉，過嚟猜湯，到啲 TikTok 去看人揾阿龍。過嚟猜湯嘛是我咯。我知啦，我就是甲你嗰陣甲你講。แล้วก็我是過嚟猜湯嘛。過嚟猜湯。過嚟係猜湯。過嚟係猜湯。等陣。then 個 OK， 好唔你即係話即人嘅心態唉做吧。OK， 所以當今跑即禮拜阿龍。嗱，冇你冇即 OK， 唔是阿龍介紹，是豆哥介紹嘛，所以我俾學人看。我冇嚟，豆哥未來過。冇來嗎？伊未來。我梗歡喜啦咯，伊講哇，我頭先叫到，我叫人起來講。伊終於有淡薄作用。伊不是 producer 嚟，你有冇 contribute 我都講。producer 20年啊 ，finally contribute 嚟下。maybe 就 training 啊，伊 probation 20年。probation 20年，當然我頭一擺來喎。讓個咧聽到啊 ，OK， 等陣我過去這個Clubhouse 看講到底邊 Clubhouse 為淡仔南西咯，讓聽到南西咯，到底聽 Ashley 啊，咁了阿佢為本來啊，學過雲丹個節目L Lim 這位彼得加 Nicholas Heng Surin 睇點啊？哇，張全部對喎，哇，個隻 BC 超，我看。我個快啲，咁啦人個咁粗木情美小寶賈康，賈康 BG 唔是你介紹，我想賈康 BG 是你介紹。OK， 來這裡你快咩介紹我嘅特別是我係 screen，anyway 我係 technology 條劇。跟住我講好，我係詞條啫，人成架人嘅特別嘅邊，這邊對，條人特別嘅邊講啫。好寫一輩，有一拍壞就當然特別是好寫啊！我咪是有看到即個最近嘅時，有看到即 video 到啲 Facebook 嘅，我再攞到啲，攞是到啲 Clubhouse， 唔是到啲攞到啲 Facebook 有 share 個話人本嘅即 video 可能看，即放嘅歌就看攞到就人聽到，就人聽到即看到即 Facebook 嘅 video， 就變人驚。不變人驚變人人，人變人驚，不變人驚變人人。即係有時落尾看 video 咧，我放到啲即係 link 嘅人去看。追 link 嘅。阿龍，我聽到 show 嘅聲到底出來到裡。阿龍，我聽到 show 嘅聲到底出來到裡。到裡出來，我都冇佢聲。show 嘅聲到底出來到。得嘢啊？我會是唔是我冇佢 set？特別冇啊！我都冇看到你出場 call。我冚掉嗰邊。冇啊！我都冇看到。Clubhouse 人啊？唔是 Clubhouse。阿龍嘅嘢。你可以 live stream 咪頂下，得啲咩？冇啊！我看到當晚寫出是就出車是得啲你。我傻到我冇見秒，我未見秒啦。你是咩？介紹影啊？冇啦，OK， 等陣個就豆嘅回來嚇，未必是豆嘅嚇。問個會，我冇個來你 OK？但是你來一個有出問題咯。好亂。來，咁啊，我回來好嘅。OK， 來，會啊啲人。咱係咱嘅嘅來康會咧特別嘅邊嘛。豆嘅聲亂。冇啦，頭晚是阿龍嘅老實講。唔是，應該我見來聲。了 OK， 來，小可見乎成事。
啊，這是豆嘅介紹嘛，豆嘅介紹特別嘅邊嗱，之前是豆嘅，馬祖是全部嘅人投資你全部嘅人。馬祖豆，這是啲豆嘅梅魯 reach out to 魯嘅嘛。然後本地我是5個月是會加5個月是加落特別我有一 guess 一time 哇，然後所以我講頭咩山路起來了，普吉馬山。sorry， 等陣我未記冚啊，未記事。YouTube 冇 Facebook 嘅聲，然後佢講話正，你方面就係會聽看嘛，咗你其實實去做呢即係放隻 AI video 到 Facebook 嘅，唔是講那 AI video 啦，你把你 video 本咩？你係馬仔聽到我嚇，馬仔聽到，是兩個人聽到。係啊，OK， 往前啲聲，馬仔聽到啊，馬仔，你是唔是瞄了伊家己啊嘛？是啊，伊啲丟橋伊電話個。等我看，對，你咪 mute 掉，馬仔你咪OK， 同佢對 OK。特晚我 mute，because 我聽我驚等陣啊，你人聽到我啊，唔是，唔是錄嘅，我咪錄，我咪錄就是錄講話錄誒，錄即個你做但係你 video 做得久啊。OK， 講真啊，我冇去 learn 這個物件，家己學講真，AI 物件，係啊，家己學嘅，冇教幾個月啦，看3個月呢款啦。Then after that is through try and error 啦，咱講做咧 after that 啦，對啱咪 OK 啦，冇啱咪 OK 啦。So 前先我是做真正借 for 用 for 我 customer， 特別 you know 啦。Then after that 冇 music 嘅，這裡冇掛嘅了嘅。Then after that 有一日就是我 Facebook 開了有一個 poem， 咱講一個 poem 我就講福建話 poem，you know 詩句我寫給我爸個嘛前幾年你講2021你講我寫啦，寫伊人啦。Then after that 我嘛開先一年過 one year ago 啦。Then after that 我是點樣？Then after that 我看到伊個 poem 嘅時，我講why not 我 try 做這個 AI 做歌戲，係一掛落去啦。Then 我咪是 start 用這個 AI 嘅 music 咯，這個 apps 咯。你用咩 app 啊？你用下隻 apps 真一隻。你冇上嘅，你 try？冇上，我 try 冇上嘅。So then after that 我咪是做真一隻用啲字上字啦，我係三隻上字啊。Then after that 我做冇上掛，你講做。Then until 我做了嘅時候出來真一隻 version 嘛，伊唔是講好你一個咧，after that OK 了，伊 music 就一隻行款嘅，上字特別冇上 music 嘅。Then after that 我是夾伊，我聽到一條一個歌。啱咯 ，Lotus of Sutra 咱講 Lotus of Love 啦 ，Lotus of Love， 你看我 Facebook 有係，但係小意思我買咧嘛，只水點解少年時講真，對嘅，都咱講蓮花愛情蓮花啦，然後 so then 我用伊這是幾時？這是 post recently 幾個月之前？我 post 冇久了啦，我看幾個月之前？冇啦。我 post 無久呢，一個歌無久呢。Then after that 我講話爽咯，做呢款物件，了伊個真正濟 follower 出搞者，伊出搞呢款物件，了我做者濟。你放到啲 Facebook 啦？我放我 Facebook 特別我 actually 講真啊，我是無愛嘅。即係爽嘅啦。得隻蓮花愛情是得隻。蓮花你看我 Facebook。這下。是這個對，真正好聽嘅歌，了字真正水我寫嘅咯，這個字這個是我咧，今仔點解寫呢？我用這個 AI 做嘅了，所以面相嘅了誒，是我嚟嘅了，so 這是你頭一地啦，這是你頭一地，這是我畫嚟咯，這是頭一地啦，等這個是我畫咯，所以我畫隻水，我畫隻平時嘅你講你人講成得你，年代啊，是啦，繼續年代嘅，你想轉咗上，等我和我爸看，我爸本有行，你就我爸同佢90去咧，
我爸92歲了，原本是喺島嘅，當佢老了92歲。這是你爸啦，這個是你爸。這是我爸啦嚇，都伊91歲了，哎呀，想你爸邊，哇！你買頭毛嘅水呢，我唔愛。是，我甲你講好笑啫。你講到我想我爸邊啫，我等到我細漢時啊，teenager 嘅時啊，我去找我爸時，伊朋友一大堆，แล้ว伊朋友就無看嘅話，咪講做咩？一個相片甲你嘅，我爸講，但係相片那是我驚嘛。哦，嚇！你想你爸邊？我想我爸邊嘅。then after that 我是after 這裡掛了啦，佢報過數嘅。after 這裡掛了，我別做一佛，一個布達掛咯，布啲食掛咯。哦，嚇！啲我看到。你看到布啲食掛嘅了，是我寫 Karaniya Metta Sutra 是the stanza of loving kindness 啦。人講，OK 話叫咩 ？loving kindness 啦，做好心嘅咧，好好嘅物件，咩愛心嘅物件啦，喏。then yes， then after that 我個做一個是叫咩啫？Acharya Metta Acharya the Dharma of my heart 啦。但係是 dedicated to 我嘅佛教嘅 Buddhist 嘅 teacher。即係哪？So 我是from Saint Xavier 嘅，講真，你說我。唔要緊，阿莫西唔要緊嘅。我聽住，唔要緊，我聽住。阿莫西唔要緊，我哋講福建話啦，講真。我是。So after that 我是dedicate 嗰啲 teacher 我到 KL 去嗰啲 temple 只借刀無上 temple 只水嘅，嗰啲做個只水啦 then after that 哇嗰啲suka 咯，suka then after that 做一個唔知有哪啥嚟，你看啊 after that 我講，哎呀 why not 我 try 一個檳榔啦，爽爽你看啊，講爽，then because 我講真正我真正想檳榔嘛，對。你是到吉隆坡啊？當然。even though 我是到吉隆坡我到不中這邊是啦我。我到這邊30多年咯。南西。30多年咯。我這個假證你嘅邊本是特啲不中嘅。咁樣啲不中嘅嗬。嚇，咁樣講到啲不中嘅。誒，你要畢業數，邊兩個人家真係不中。我唔知顧住你數過，比較像拍車樣未出來。哦。咁覺得拍車未出來掉啲病。我講真，我聽到在大曼沙拉嘅，你大隻餅10個年咯，有20年咯，所以20年咯。你本是在大曼沙拉啊，南西。OK， 我代 B J， 我是 S2 嘅，我代。哦，等陣我即係馬走，我跟你講，你係是聽到聲嚇。你聽到聲嚇，百里未來就是往 Clubhouse 上面有人有聽講到特別聽，但係我是你冇看到伊個邊特別聽到聲就是咧。我係 reply 冇問題。係啦，你講。所以我講我前時落嚟吉隆坡時啊，是1990，講真啦，1989我是落嚟一輩子讀車4年咯，國大咯 UKM。UKM 啦，國大啦。then after that，after 讀了大學咧，我咪我對佢邊咧，講真，伊講我對佢點樣做工。所以我真正校嘅講真，我朋友嗰啲仔，我嗰啲這邊有物我人講我真校，唔是 true 啦，然後唔是講別講家己。So also because 我聽到讀車嘅時，即係Dharma teacher 我試咗嘅時啊，伊講你 Dharma talk is important to be。校啦，有效啦，有效。So after 我對佢1993嘅時，我畢業了啦，我對佢邊樣做工，無做無久呢，3年佢，你看到我 after 杜蘭 ，sorry 杜蘭。走啦啦。特別你先，我同你講做咩杜蘭，because 我在這邊做工嘅時啊，可能不利，講住。邊樣我哋是講，是吉隆坡做工是不利。冇檳榔。Then after that 我咪是講 OK 啦，唔要緊啦，我落去 KL， 我就教麥講啦，我教麥講個麥，我冇喺大邊做啦，我做我只激先。Then 我教麥嗰邊落去吉隆坡，我聽到嘅時我麥阿梅斯嘅時啊，然之後大家都接邊拜，點樣拜人講，隔了試過檳榔啊，你講面冇摸就隔了試嘅。喲，好了。我辦好了。等下有一隻好笑啫，所以坐我去觀音媽大啲貓 skin 嗰邊。OK。貓 skin 觀音媽梅觀音媽，我今日去吉隆坡
做工哦，我唔買伊去哦。แล้วอีกซีมันไอคีอ๋ออันจอเลยฮะอันเด็กก่อนอยู่บ้านแม่ว่าหมาจะอีกลูกแค่คุยหอยแล้ว24หอยแล้วมา4咯24หอยแล้วก็唔是กินนะอีเบคีอี講伊คีก็ลำบาก好這邊冇啱咪邊咧講字 because 邊咧嘢聽到邊咧冇咪好啦我ทำใจสิ所以講คี then after that後尾我嘛冇話講啦，你冇發啦，就好你去。我去啦，我去 ，because 啱我彈住你講嘛，你手俾去嘛，彈住你廣告，或者日本公司做，日本公司廣告，我做廣告嘅，我做廣告 for 30幾年啦，就叫我有自己公司。等陣我 rewind 就問你到底邊呢？不，你到底邊呢？是閒嘅事啦，你出來時你一個驚呢，是如果把你下掉。我同你講好似我大我3歲啦。then 我做這個 video 啊，同你講好似我做這個 video 啊，我冇學我個仔咋 ，because 我個冇到 Facebook。then suddenly WhatsApp 我，伊講你做這個啊？我講是啦，我聽人講當佢壞都真係勁嘅嘛，大髀，你唔少談啊！你個到邊呢？是到 KL？伊大邊呢？哦 ，OK， then OK， 你去到澳時你讀咩科？我讀communication 啦 ，mass com，我咪是聽當時我是想要讀 mass com， 我冇談接到 ，anyway。當時就走嚟美國。所以我大邊讀，但係我出來嘅時，我只係點解我大邊讀嘅時，我做只 active 做 drama 啦、跳舞啦、咩嘢啦，然後小啦個整安尼大妹啦。哦。就所以我即係話掉，我講做鬼做怪就是你可能你咯，然後有你就係講我真正嚇，就 creative， 但我未聽你細漢嘅時候，其實 start 起都做下面物件，做鬼做怪。細漢是到廚師家己壓力買嘢咧，關啲嘢嚟稱嘅啥物講，我。我同你講，點解我 Form 2 Form 3嘅時啊？然後我咪去做工嘛，我咪去做工，伊 make up 袋，伊 drawer 嘛，伊就先入嚟。夠時尚嘅啦，嗰啲。After that， 第好潮時啊，舊時讀冊嘅時啊，讀冊嘅時我讀冊嘅時我做過 boy George， 但係time嘅時我讀中領啦，你就我讀。哦，你讀中領咩？你唔讀 St. Xavier's？哦，我讀 St. Xavier's 搞 Form 5呢 ，Form 5。then 我 SPM 啦，我 SPM 冇好，我同你講，我電腦試下你先。但係Form 6都係 private 嘅啦，係Form 6 private 至今年啊，我同你講，就好笑啦，講真啊，我 Standard 1搞㗎 Form 5是讀 St. Xavier's。OK 咧，我 Standard 1搞㗎 Standard 6啊，我朋友我細漢搞大漢啊，就係我 Standard 1搞 Standard 6一搞讀冊嘅，1、2、3冇規則嘅，電腦 Standard primary 時候好啦，แล้ว教這裡 Form 1 Form 2 Form 3 Form 4 Form 5嘅啊，小啊啲技巧，你對朋友㗎啦，你未讀冊去啊？未讀冊，我同你講未讀冊。你本心，你紅數，啱唔掉人。我同你講好似，then after that 我尋唔到人掉，但係我朋友嗰陣時去 shopping 啦，去咁大啦，聽到唔知啦，咁大啦，聽到咁大啦，then after that 這裡 McAllister Road 啦，這裡 Skybrook 啊，這裡面嘅啦，呢樣有少，仲攞聽到 Skybrook 就一借物關啲垃圾面嘅啦。等佢攤俾你食嘅。哦，講你聽到中路啦，咧我等你會下。拎那店，去邊拎那店？哦，我知啊，你是講成我唔捌去俾佢咩？我唔捌去俾佢，特別話是唔是講到底巴打對面下邊嘅？唔是巴打，係巴打啊！冇，啊未搞巴打。你咁樣冇了，聽到一你看你一攤到底嘅落邊嘅啦。意思上我聽到是去成個走啦山樓頂冇有嘅，安那可能。有，後尾搬去走啦山樓頂。聽到後尾個搬去走啦山， OK。所以咪
參有一個是大肥落嘛，大肥嘛，恁伊只出名誒，只曉誒，只曉誒，朋友嗰粒物誒，恁後頭參咧，後頭咧我誒 result 佢咧無好，講真啊，恁後頭咧去禮拜個8000波啦，啊，坐條嗰邊啊幾點鐘啊，你可能無讀冊啦，講真啊，又無好啦，恁我甲你講啊，甲你講好笑咋，我無歹死咋，我甲你講，對你 tuition money 我嘛好啊，讀 tuition 啊，對你 tuition money 我夾咧咪就買波做衫，咪是搞嗬，咪是搞。我無教，我唔唔教你學得滯啦，即係你直頭無去補習啊，家己去買波。我有去，無講無去，有陣時去，有陣時無去啦，總去，講總無去。無嘢讀冊啦，你想我from 5是 SPM 啊，我講你講 SPM 我談 grade 2 also because 我bahasa，但當我bahasa我條冊嘅我談 piso 啊，你知啊，總 because 我讀冊大 class 我bahasa 未歹咋，I think because 我考冊係輪來啦， then after that 我咪是未入去 form 6咯，未入去 Saint Xavier's 咯，哇，未入 Saint Xavier's， then after that 未入 Saint Xavier's 係 form 6啦，未入 ，then after that 我咪是成個我過呢，我考冇入 ，then after that 我過坐我去看到你校長帶住你中領啦 ，private，then after that 我入去中領咯，一年我讀那邊 lower 6啦，講真then 你知啦，我人阿毛冊啊，阿毛曬啊，入去即個等人學等拍啊，我人條冊驚有陣時即係喎，有 from 6我人嘅 news 可能即係 culture shock to be honest。For example，伊個朋友我嚟 monitor 嘅來看我人嘅 finger news，我人 from 6就可以看咗 finger news， 看頭冇放幾多嗰陣見啦，你講笑死咋？冇 example 啦，冇關係，講事冇關係。一樣嘅嘛，成日靠古經嘅啦，可能嘛。Yes，then that time 嘅事啊 ，that time 點先嘅事啊。伊人有一個 orientation board night 嘛，then 我甲伊講，我就當我甲我朋友講，我要做美人房啦，我講我就別爭議啦，別爭議別少呢。然後後頭咧，你就伊個校長無，我朋友好，伊帶我去看你校長，我睇你校長無好啊，美人房，伊講咪就美人房。大家讀啦美人房嘅，伊人點解無熟美人房 ？because Y tell me why 冰山白開喺裏面嘅，人講美人房是哇，點解講字？對，伊成個咱嘅亞洲嘅麥當娜，你看嘛，伊淡薄。Yes，then 我講你講美人房，我講你講美人房點解前線出來嘅事啊？前日坐到你老姨啊，嗰啲啊老姨啊，隻阿婆阿媽啊做啊，嗰啲無熟嘅嘢，講你講前線嘅事，伊出來嘅事。比如一隻 controversial figure 呢，成隻嚇，哎呦，冇順嘅呢，嗱，會特別做數本啊，你看，有錢啊，有錢。你我同你講，你就人其實屬格伊，變心屬格伊咋 ？because 美人房做一個戲叫胭脂扣啦，做古典嘅啊，你唱咗你功夫歌真正好聽。你像你看胭脂扣真正好聽咋，老姨嗰啲熟家啲歌咋，你是你。係你個做冇 image 個呢，順情長衫冇人知嘅呢。After that，伊故事出來啊，伊故事出來講伊頂到是唱大戲歌啦，對。哇，你 start 伊，after 伊 start 唱得你有古早嘅面誒聲，得你 music 嘅你講啦，老伊熟格了咋啊，所以變我嘛，點解冇熟格嘢？但係我會熟格咯 ，because after 個仔故事就好嘛，人就好嘛，你 after 慢啊，其他條伊人嘅心咯，所以點解我點先係美人房馬路出來呢？馬路出來咧，咁我都講俾做你冰山白開嘛，冇可嘛。嗱，你看，我等冇可，我衰啊！我做隻 episode 嘛，是咁啦，你答會嘛？阿爹好笑，我阿爹講了就你聽下。哎呀，部機我接期你啊，感謝人地 N。哎呀，感謝你地 N。冇聲啊，冇聲。你聲我冇聽到咋？係我冇聽到。聽到冇就嘅，聽到冇。唔是。唔是講。意思講我地 N，你聲冇聽到我冇唱喎，唔知邊時候咩物件拍 something。Sorry， maybe it is super chat 有嘛？嗬 ，normally 唔知咩事冇去啊。感謝地 N。會有你哦，係嘛？會有你，特別無唱，我特別check看。OK，來 ，sorry， 感謝，特對講這裡人係，你答妹。我咪是走去對你校長那邊講咯，俾做對美人房嘛。然後對校長無學，你講我俾做8項 A 哦，伊講做8項 A 無每，我講俾做 boy George。
我知咯，我就知。你 and boy just 是得 safe and drag 嘛 ，because 這是打波是嘛。是，then after that，伊看我衫，我係伊看我衫，after that 佢講 OK 啦 ，boy George 是本呢，前日白衫嚟講，伊講 OK after that，所以咪就做 boy George 咯。嗰個 make up 呢？然後佢講make up 嘅了啦，after that 做啦，after that 搞掂了啦，到一個 lower six 時啊，then after that 我佢夾一個 July paper 嘛，咱講切過嘅，雲南 paper 嘛。幾科？等我睇 credit，等我睇 credit，OK， 我睇 credit。談 credit then after that 談 credit แล้ว then after that 接佢一個我接佢一個Abdullah Munshi 咯，我俾接佢成 service， 我去學一個 brother Kasmil sign 啦 ，letter 伊 sign 咋，特別 after that 我走去一個 education department 啦，冇好啊，啲私人 officer， 啲私人等人 officer 冇好啊，我講誒，你好我係中領嘅classmate 查某啊，冇多邊讀。但係我教 Form 5啊，你可以接佢 Form 6成 service， 我到你邊睇，但係我成 5俾接佢 Form 6 service 做咩都冇學。你講呢個嘢，呢個冷事嘅嘢，你譬如講 ，Why you want to make my life difficult？ 你講。哦。你學我一個 letter from Bloody Cashmill， 但係 master， 哇！我講最 L 笑一個 ，after that 唔要緊啦 ，after that 對佢講 OK 啦，我講讀啦 ，after that。after 我唔免學50課啦嘛，你嗰時仲領讀是學50課，就係是數錢嘅數。then after that 咧，我接佢 Abdullah Munshi 讀 continue upper 6啊，不 lower 6三波。我同你講啦，哎喲，我同你講頂到可能我等真正開，真正 open 嘅啊，我同你講，我到那邊真美艷芳啊，我睇電視啊，你上次冇可能我等我真美艷芳啊。睇電視啊！我攞 competition 嚇，攞比賽然後呢嚇。哦。我輸隻咩？我輸啊 Michael Jackson 咯，對人啊，叫正 Michael Jackson 輸。冇咗，沒有放輸啊 Michael Jackson OK，啊哇！好似就阿啲咧同你講，誒我會看小英咯，小英哦。小英特別哎呀〜同佢我看我或者你叫 after 落去你使嘅，你使 message 嘛。所以但係我 Facebook 撈住佢看到嘅，我負責只係咋。所以我同你講，我談正美人房啊，after that 談第二名就係好，第二名咧 after that 真正伊啷只 open 啊奇怪就同你講，可能我等下過後我攞刀做就係一刀是 under 一個 performance。我自己 perform， then 嗰一刀嘅是嗰一刀 solo 嘅一刀，then 嗰一刀是我唔知啦，我係見攞刀啦，就是，but anyway 咁嗰直接 open， 點解直接 open？可能我等住 open，so after that 我是after 我談了文樣房咧 ，after that 咁講好潮咯 ，after that 我自己大學 UKMSC， 自己大學 UKMSC 啊 ，after that 我咪是針對文樣房，按啲佢哋大學嘅咧叫我。行路不叫 Anita， 咁樣叫緊就有笑我講，我佢哋 first year 喺兩suka抄人話啫，咁樣 because 伊人講我只雙教官啊，有你看啦，老作啊，老作你看啦，所以是呢個啦suka教官話啦，喏，比如個啦物嚟，你都同你講好似講戰啊，比較亂講是咪咋？是 no matter how 你聽到細漢無好嘅物件。Then after that， 你就 realize 你對我同你講，我按咗別人較好就對啦。OK， 是我從為我自己重領嘅事啊，我同你講做你自己事，我同你講我 really touch it 了 that time。Because why 有一道嘅事，我同你講有一道嘅事。係咩事？我學我50塊。伊考就。老白油。有老白油咋 ？Then after that，伊講，伊就問講咪講我安尼行過做工嚇，大家知做工人加啲囡仔長 A 啲物件嘅啦。then after that 個做對來個講你人無愛，你個無愛，無用心讀冊。然後做到我就開類50塊啊！我問，即是50塊，你去學學囡仔，學你做壯領學囡。我咪談是250塊呢，即係點到做工。我爸咧成老本是500塊、400塊，你講啦。我爸是做一個mechanic 嘅，伊本是做工課啦，本是repair 啲變零 port 特別 repair 啲forklift 啲物件啦。我咪做工人啊。做工人係咪過成日教人
個出來個囡仔做工咧。個囡仔大啦，伊去得你有里人嘅厝，แล้ว有里人嘅厝，伊頭家去做工嘛，然後翁某去做工，แล้ว伊厝內邊有一個Down syndrome 嘅囝，10歲 Down syndrome 嘅囝，所以大本是可以，แล้ว後底個做陪佢人物件啦，แล้ว後底咧放工嘅時6點對來個家人洗衫，嘅做咗一節啦，你我諗你後底我看伊老闆有嘅時候講，哎呦，你講做唔好啦，你講特登我本笑啦，哎呦，未使你講落嚟，你講啊，然後默坎坷你講，所以我有去讀冊，你所以我談為我談你是會讀嘅，你是講你無心去讀呢，可能啦，了是當今看到你罵你坎坷，你本來啥啦。我是有影讀，特別我甲你講，好似我朋友看我，伊是朋友捌我，甲你講成我是無讀冊嘅人，你就講真。為我做一個阿多姆斯做款啊，你當每個小講小物件。แล้วwhen我談我 result 嘅時啊 ，from 6嘅時啊 ，then 你就伊啷條冊行啫 ，then after that 啦，我去學先生看時講你會入去大學了，你 result 你看 ，then after that 好笑啫。我朋友佢條冊行啫，我朋友特別，我朋友佢講咩就，哎呦 Francis 啊，你 especially 你 lower 6啊，我是 upper 6嘛，所以 lower 6查某來找我時講，伊講，哎呦，你小驚，你講等當安尼當每度我人學堂啊，個搞講技巧，你講，我成日講是，伊講冇唔是度，我是講 from 6 upper 6，我唔知你會讀冊嘅人來，伊講咩？我唔知你會讀冊嘅人，我成日講你未讀冊嘅人小啊，你講啫。好厲害咯！你咁超咁乜都掂啊！然後後我咪是入去這個大學咯 ，UKM 咯，個 UKM 咪是本時人哋講笑，本時人哋講笑哥倫坡台邊，本時人哋講佢叫 drama 物件，早起入去這個 class 物件，這個 training 啊，這物件個啦，小 activities 啫啦。then 阿妹時我 roommate 有白我時，伊找我開會幫妹讀冊你看呢，特別我 result 本時好，我是我甲你講好笑啫，我入去嘅時我是 under PTPN 啦，頂到是 JPA 嘛 ，under loan 啦 ，loan，政府接我人類3500一個 semester，所以一年咧是10幾千，แล้ว4年咧咪是有啲40幾千嘅你講啦，所以我人就興到對政府嘅，你讀了咧是畢業咧是就興到對嘅啦嚇。Yes，right。特別 because 我談真正好 result， 我談second class upper 啦，second class upper that means the best after first class。所以我去對特別即個 PTPM 我甲伊講會使卡下手無累嘛對。伊講 OK， 你 result eligible for 即個scholarship， 所以等你變去 scholarship 咯。I see，instead of 變做 loan， 伊就換做去 scholarship 去。是，that's why after that 我就 happy 啦 ，because actually because 我嘛甲爸本時係勤講本啊，所以 after that 就歡喜啦。你講，所以 but anyway 我是講back 這邊人捌我謝啊，像我是小驚，你講你咩就頭咩個啦，翹大波，你講啊，爭來爭去嘅，你講變來變去。So after that 我咪是入去大學讀冊咯，讀冊咧 after that 本時好啦，then after that 出來嘅時我對來檳城做工嘛，講對嘛 ，OK 檳城做工，對，做3年幾無久呢。你到底檳城有蝦米位做工？檳城有 agency 咩？有 agency 啊？有，我做這個advertising agency 頂到啲 advertising agency 第一大是Benex 啦，我講 Benex，到邊嘅時伊個 senior writer，伊叫我 resign，伊講伊叫我未寫，你看我甲伊講不要緊，我未寫啦，我 after that 甲你講好笑啫 ，after that 我咪是the time 嘅時我就激死 because 我是 top student 到 UKM 咋，我 top 3咋嚟邊咋。top 3裏邊啦，好撚做你看咋，我甲你講，是我好嘅就我是都冇聽嘅人我甲你講啊，甲你講啊，100個人會跳樓死啊，甲你講真，有影嘅咋。所以 after that 我咪是我對來，伊看袂起路啦，意思是講伊看袂起路，伊想看路無 talent 啦。Actually 我朋友甲講咩咋？伊笑我，你睇下。伊笑我做 trainee copywriter 啊，伊應該 train 我，伊未使安尼款講，你未叫你走雙你講咋，你就無好你講做咋。我個先出來你講啦，所以你就廣告時你看你來，anyway 做廣告時你講，然後啲唔要緊啦，然後啲我咪是
咪是入去這裡我出來時我大房間無愛出來啫，我嘛本極心看到我你講成日別死嘅你講啫，你後啲你生後啲為我談一個 offer 到 KL 嘅時啊，到即日本公司嘅時到 KL 嘅時做對上位啦，你後啲我別講別去吉隆坡嘅時 ，that's why 我買得坐去觀音每觀音觀音媽嘛，幾分鐘啊？講真，後啲觀音媽講對，我甲你講觀音媽講對，我落來 KL 嘅時，我係辣啊變啫，變，แล้วว่าหลักนี้做工到廣告公司，到這裡advertising agency 我做 creative director after that 即管理啦 ，you know， so หลักนี้แล้ว我ขุดละแล้ว我有 mentor， 我假如我做廣告啊，真正係小嘅 creative director 本有咋，咩人本有咋，咩人。你講下你經驗就係到底你廣告公司做嘅時經驗，特別你這幾期時你是做 writer 啊？我做 writer，then after that copywriter， 特別你是寫方面，寫下面物件，做下面安怎嘅廣告？我寫真正濟，我到廣告公司到 KL 啊，有陣時你看你電視機嘅廣告是我寫嘅，可能楊明九啦，你知楊明九就for example，陳太太你的黑色很差，你是盧寫啊？盧寫啊！太太你的黑色很差，是不是？你是盧寫啊？聽到係先，聽到廣告時你看你嘛？對，有幾粒會好笑。然後咧，這裡阿達比是這裡阿達比超掛咧只嘛。我寫，你寫雲啊？我寫雲啊本 ，yes， 我是寫雲啊加阿摩攞嚟，所以講你講好笑。特別講你講電腦真正缺啦，電腦我讀 KLS 啊，講真正缺啦，我真正拼，我早起到個下晡阿妹做工嘅時啊，有陣時我人無呢扎堆嘅時，有陣時我人扎堆嘛，做扎堆嘅時我去找我 customer freelance 家己寫家己開啦，然後咧阿咪物件本家做啊，做 MC 扮鬼扮馬嘅物件，阿咪根本做啦，佢講有鐳100塊200塊本交嘢，然後 freelance 邊夾then after that 真正缺啦，講真 then after that when 我談一個when 我談個做個最有關嘅事 then after that 我想對啦 after that 我個做你知我 after that 我入去 Bloomberg 你知 Bloomberg TV Malaysia 啊我喺邊做做creative director 啦2年你看 then after that 我出來自己做開自己嘅開 agency 開自己 then after that 我喺邊做嘅時特別揾啲我好時啊我喺邊做啊我記一個 very big name 就係 Bloomberg 只大嘛你講對冇名聲 so Bloomberg 只大 so then after that 我拄到人講貴人啦貴人啊，所以貴人啊，有一個特點，坐我去捌真正濟人，你看，你捌你看咯，捌你看啦，捌我冇 strategy 本嘅，我特對去一個 event，一邊特別 event 啦，然後咧，我看，我就行對我爭來爭去嘅物件，對了個人注意啦，所以 true 啦，後頭咧我咪爭去爭嚟無相變個無相。一個 event 一個款，直接變嘛，早就係變來啦。特別until 你看，我甲你講好笑，你看未講了個。你 until 為我人注意嘅時啊，所以有一道嘅是一個pageant organizer 啦，一個美選嘅啦，美選 organizer。伊看起我，伊講 Francis， 我覺得我看你 Facebook 啊，我真係admire 你嘅。creativity 唔再講 creativity 變少衫物件。你講你我有陣時我一個人我無甲參與時事，我驚你真正 LCLY 我只刀，我驚你刀，只後臉嚇，驚你只後臉。哦，你可能在這個上多點講話是哇，有 friendly 只笑啫哦。after that。我你講笑呢？我講哎呀，你做嘅有一個 pageant 啦，你唔係 judge 咩？然後你講你係 judge 啊，你係做 judge 啊？後頭我講 why not 做 judge？ after that 聊見到我咪是，伊請我做 judge， 伊講咩 ？Actually Francis 我有10個 judge 了，for 一個 Mrs. Fashion World 啦，有10個 judge 了，特別我 I don't mind to add 一個人入去，所以11個你講。
So that time 啊， tiebreaker 咯，哇，這個機會，我就對行啦，對，我咪是爭啊，真正水，查某，我你講，哇 ，after that， 哦 ，then after that 水 ，then after that 我甲你講 ，after that 啦 start，after that start 真正濟這個美選嘅人 invite 我做 judge 啦，所以做 judge for a lot。You know， 真正濟 Mrs. Planet 啦 ，Mrs. Malaysia Universe 啦 ，then Mrs. Legend Universal 啦 ，then after that 這個 Mrs. 這個 Supermodel Universe 啦，這個物件。我看到你安尼當妹啊！我看到你安尼當妹。So， 你看到你搞啊，你有趣。So 我做真正濟 judge，so until 這個Mrs. 嘅 normally 我做是 for Mrs. 啦，這個教員嘅查某。So 左邊咧 fashion 咧。一個 designer 來找我，also because 伊人出甲我做穿伊人嘅衫，所以 designer 個人本是甲我本 ，because 伊人講我行路真正水，伊人出甲我 cap 我行路有一個款嘅啊，我行路誒 cap 我是梅艷芳嘅 style 嘅，你冇看咩？紅順利你看你知哦，紅順利你看我 cap 我真正水哦 cap 我講，真關啲嘢咯，切寸嘅關啲嘢這存的關啲嘢啊！你講，這是幾歲？這是你幾歲結啦？還是你個你嗰邊是 after Bloomberg 呀？你講30幾歲啦。OK。after Bloomberg 啦，30幾歲、40幾歲啦。then after that 一邊咧，請我做呢做咯，做啲行啦，有一道時我爭一個 shopping diva 嘛，我做一個 social media celebrity 叫 shopping diva，即係老姨。就是做好啲公司嘅上面。你是做學公司嘅上面，你個叫做公司冇咯，我做過公司冇，做過。特別這是個叫做小誒。for 啲 product 物件，即係有冇？啲 brand 是我個叫做小誒，and 我見到，當然我是叫 Francis Fashionista 嘛，你睇你看你後尾嘅 logo 嘛，但係嗰啲我是叫 Shopping Diva， 公司 Diva。即係 shopping 嘅查某 Diva 穿長衫嘅，然後then after that 我。after that 有事 happen 啦，happen 咪講了啊，佢等住個人。OK， 你咁講介紹，特別集嗰啲小聽鬼，集嗰啲小聽鬼告訴我。等住，我 stop 做這個 shopping diva， 我做 stop 做有 reason 嘅，咁講我 stop 做了，我做這個我轉變波達嘛，波達 Francis Fashionista， 你看你成日都看你你看咯，所以你看成個你看出名啦，特別得你查某，得你頭毛，你看冇做了 ，OK，but 我 video 有係啲個別事啲先嘅，你看你個別事啲先嘅 video 冇啊？得你個別事，咁你冷啊，得你冷嘅有時我嚟就。等我去看之類，我害人看。有時我冷。你可能未看到，特別我當天係到啲 website，你嗱講嘅時候，人有睇看到嚇。即係你嗰時我嚟嘅。你嗰時我嚟嘅，你講你嗰個正規嘅，你講，我特別我正係冇唔正，你可能衫啦，衫你講。你特別即係你邊這個是你真嘅冇上，頭毛冇上。頭毛是上，特別 AI 有陣時 generate 嘅嘢都淡薄，你睇到淡薄特別頭毛看你嗰度上。所以我做啲嗰個正規啊，你看你嗰個正規，如果你叫我 Facebook 或者 TikTok 啊，看你直頭對嘅啦，真嘅冇上啊。你 Facebook、TikTok 是叫咩名啊？你人go to Francis Fashionista type search 啊 Google 嗰啲有出了Francis Fashionista。Francis Fashionista， 我對你係先俾你學嘅。Google search 有了一大堆。Fashionista 是 AFASHINISTAR。Fashionista Francis Fashionista 你出了，你看到一大堆物件嘅啦，有 Facebook、TikTok 啦。So 講真啊，我是大 KL 這邊啦 ，among the fashion 嘅這裡。你有 YouTube 咩？我唔知你 YouTube 喎，特別冇 active， 慢慢嚟我就 active 啦，冇咩 active 啊，冇咩放啊，冇咩放。你使放你隻 video 㗎啦，我啲有誒你放 as a short 啦嚇。係啦，就係我條放我冇影放，有陣時就我講啊留白，我講就係，所以你把你是頂到是你把是多邊嚟嘅。then 你 after 你買貴線後，你買幾時貴線？我買是2.2 12貴，講2.2 12貴。
OK。我就極限嘛，伊過身嘅時啊，甲你講啊，我是 under depression 落嚟過啊，甲你講，我無先俾做物件㗎，我同佢都看到我做啲 video，because 我真係sayang伊，我真係sayang我買，我是無，我特登經濟有經濟嘅成功啊，唔是我老爸老母嘅，講是我 sacrifice，so 伊人學我讀冊，你看，第三人講就係好嘅人講，講真係咯。你that means 就是自控，所以我爸本是自控14年11個月過身，我就哎呦，你講差不多就想咯，我本是sudden，所以我就特別比較我個位置就係背短期，唔是自控14年，所以我了解。所以 then 伊樣到底邊人來樣落人？我即係 General Hospital 啊，攞嚟有攞嚟禮拜，但係自己。去可以治療，計講話可以食，但係你接嘅時我就係坎坷啦，接曬了。了還是到 after 伊過身了，因為你 before 你伊過身時，伊爸媽是大啲邊人啦。過身了咧，攏是 before that 大邊人啊。OK。before that 伊人攞嚟。我哥搬出去了，我爸跟媽 together 大厝的邊 ，OK， 大伊人大大馬路的厝。then after 我媽死嘅時啊，死了嘅時我爸家己大嘛 ，after that 家己大八多，摩托是家己摩托八多。then after that 我哥then after that 我哥咧，我哥妹我爸。伊被放伊落去一個老人院嗰邊啦 ，nursing home 啦，唔是講老人院 ，nursing home 是有一個jururawat嚟啦，得咧。then after that 伊就大嗰邊咯，老人國咪是個啦，大即個老人嘅。then after that 我是對來 KL 啦。then that time 是我爸大嗰邊無夠2個月3個月，你講伊無歡喜啦，伊講我爸佢會行，即係無伊等陣佢來困車啦，定佢來看者。伊會行，所以伊講邊仔個了眠床個了啊，老人個了袂行袂老曬，你咪講做甲伊袂打閒，伊講because伊味着伊老曬味，所以伊講伊袂出來，then after that 伊袂出來 ，then after that 我甲伊講你出來你就大甲我大 KL， 你袂使家己大了，我特別我袂對去，然後 after 伊講 OK， 所以對來。未放心，即係伊咧落來 KL 這邊大甲我咯，7月搞到見咯，舊年7月搞到見咯，過去咯，入去老官厝，哎呀，出老官厝，until 伊老官個了伊個 clinic 個了人捌伊，you know because 伊個病伊個掃，伊會行會講話，好 memory 特別掃，伊有個咧了伊卡精有陣時，你看，所以老人病個了啦，90幾歲啦，91歲了咯，OK，多謝。你諗俾快冇幾耐，得嘢幾耐。唔係啦，你咪亂你個困得未？伊困車啦，就係困車啦，伊困車得啫，我坐得嘢啊！伊困車啦，伊人真係好嘅。伊本就老拽啦。你本只哎呀，只物件講嘅啦，本只就。反正我甲你講啊，你免驚，你告訴講袂了誒。因為我搭過日有錄音誒，所以有閒嘅時你來啦。變咗爸啦嗱，這裡是。哦 ，uncle，hello uncle。嗱喺度，佢哋喺度，我哋喺度。2V， 你把啲棍車嚟。哦。91歲了咯，所以91歲了就。當然呢度大啲部長後面，你做工係咩事安怎？呢度做工。冇我當佢大 work from home 啦，特別我當佢 because 當佢都知啦。人講 economy 冇咁好啦，economy 冇咁好咧，人本是哎呀，我自用我成呢個正啦冇。較正人博啦，你知啦，哎呀，我吹到你 fashionista 一個小英啊。I mean shopping diva，I mean 即係 shopping diva。是啦，即係啦 ，shopping diva 啦。即係是我做即係，我教你講我做即係 for around 2 years 2年啊，真正濟人，真正濟 followers 本。Then after that 咧，to happen，
確定幾時間講嚇？今日你講幾時間講 ？OK。這裡唔係，了。所以後邊咧嚇。一個爆改咯，就已經改咁就要退了，你未使自己大嘛，你講大嘅話就好嘛，食要我改長 A， 改長 A 改我 medicine 嘅了，改本啊，你做 caregiving 正嘅我知，哎呀，冇辦法啦，你講你講伊唔係大咗病，Then after that 我個甲伊所個有家己 family， so 伊落來 KL， OK 冇問題啦，一個after 我無教伊嘛，講 OK 咪來啦，來咪教伊啦。我甲你講咧，我本來福建咧是特季節本錄音嘅，用福建話講話拍殼咧，然後我嘅 topic 無相嘅，所以我確定咱無按誒是我甲你講安怎你 join 時候捌鬥嘅時，你愛講你把你告訴啊，還是我看我無相嘅 topic 愛 join 咩使起來？你往時我講嘅就係人吼。OK，咱講住啲得你 video 嘅事 ，OK， 我就喺邊聽做邊。呢個有個堆嚟度。我同你講，你而家企一酷咯。但你 video 咧 ，after that 講 why not 我做住你about Penang，about Penang，then 我用我故事寫，所以我是寫一字。你家己故事啦，你家己寫嘅字啊，係啦，我家己寫嘅字嚟，但係試下嘛，裏面其實是我家己家，你可能但係我隻家裏面係個字試下嘛，係個字會啦，咁咪嘅，所以人個嚟在嘛掉係個字會啊，係個字係個字硬啊，係個字一個試下嘛，但係你可能啦，然後就佢掉咧係試下字了咪嘅，所以你知啦，人用啲人邊咧係點做，你一陣。鐵土車啊，拉呢拉淡磅，咧得你tikam啊，多面嘅，所以而家啲得你面嘅，而家啲得你面嘅，我成日話邊嘅，我而家咧用我視頻嚟講寫咯，寫咧咪咧就係 after that 我放落去，講字我放落去 Facebook， 然後我學三個人咧，I think 3、4個人咧，一個是一個Latin，然後一個是兩個人嚟講 ，after that 兩節你講啦，咪咧就係 go viral until 人。after 第三日人拍我啲，你嘅 video 我人笑談啫，我講嚇，我學兩個人3個人咧，然後佢講 Facebook 嗰粒 until 頭晚我 check 你 viral 嘅是 Australia 不會係落去伊人嘅 Facebook 嘅 Melbourne 嘅 Chinese， 然後after 咧伊人講爸爸娘娘之間 from 即個Thailand 啊 UK 啊 America 啊嗰粒笑談之後嘅 video， 我啲乜都定咗，我唔知。So maybe because 咱 download from Facebook 啦，我唔知啦。But anyway，我本就係驚嘅，event viral 你解，你知無 ？So 嗰時我是講真，因為我寫嘅時啊，第一要見到俾學一個嘢，講真啊是，你有一個故事，有一個 idea， 寫做廣告咧，有一個 idea， 故事有一個 idea。嗰時冇人想我做廣告，但係講 you need an idea 嘛 ，concept 嘛對，所以你有一個故事，一個 concept。Then after that 咧，你有一個故事 concept 嘅時啊。then 你個來寫，你未講嘅物件，你有個 concept， 就我俾就5字啊，give example 5字，按咗嚟，我想5字福建邊咧，大家都用啲5字，四個字，你咪叫5字。我講why not 做一個歌，講一個老節啊，你老曉啊，你講你未搞觀察波啊，你使變啲5字出來了咯，一歌出來了咯，對啊，所以有一個故事了啊 ，then 你寫一字故事。when 你寫得你字啊，是你會記啊，過人講 song 啦 ，when 你有一個 song 咧，你是講一個故事，你知無？You know when you write a song， 成個人寫jingle廣告啊，廣告 about 一個 product 啊，但係有一個故事，老曉即係老曉咯，即係5字咯，5字咯，so maybe 只一人無學嘅一個歌 ，because 冇得放嘅，特別冇得放，我 already 30幾千了咯，攞錢放住你，特別好聽嘅歌。特別我明明我有讀到淡薄你嘅 research 啊，你 before 你來時，我有讀到淡薄你講你 because 你馬過線then。你 depression，then 你感覺到成啊，即係 outlet 學你 creative outlet 學你去做呢物件是唔是？安怎 start 起 ？OK，我同你講，我
after 我默斯嘅時候，我明明就冇愛做咋，講真，人請我叫這邊做冇愛，我turn down 佢啦，turn down 我只offer 佢做咋，所以唔係，我唔係冇心，講真冇心，但係 until 有一道嘅時我 start 出來起來嘅時 is when 我出來是 Supermodel Universe 啦 last year。So Supermodel Universe 伊個 organizer 叫我 join，then after that 我講 OK 啦，冇問題啦，我 join 啦。then 出來時，但係我整隻水一個鬼嘢嘛，整一個有一個手嘢鬼嘢嘅地方，手我係手嘢。我整得咧 ，after that 咧，我 start to depression start to let go 啦，較無咪激先啦 ，because I say to 我就家己講，我默斯啊，特別我爸個有事嘛，對，我袂使激先，我就講我爸嘛，對。So after that 我同佢 start to let go 了 ，then after that 有一道嘅時，我做一個我 call 你 point，我 start。做這個 AI 這物件，這個歌呢？可能 because 歌 is a way， 我做歌是 something that I love，even though 是 AI 啊，but 伊 idea 嘅咧，我 idea 啦，有當時人是講 AI， 有時人講是 AI， 特別你若是講你平常時若是講你會寫伊字啦，伊歌伊故事啦，是講伊若是你寫伊字，特別如果特別你袂講特人會曉100%做個咧，個寫歌個寫字個寫蝦米，所以特別你會用你 idea 參加 AI，complete 你嘅 concept。我甲你講啊，大家甲咱啊，必須要大家啦 ，OK。你當佢有一個歌嘅字嘛，對，然後如果伊故事了嘛，對。Then 第一要緊是人用 AI 是 prompting 就係要緊嘅。when 你寫你 prompt 嘅時啊，this is where 你寫袂到 prompt 咧，伊出來無相關。then 真正這款你這個 AI apps 伊真正這款嘅有淡薄，伊比如 R&B means rhythm and blues，還是 jazz，我想 style music， 還是 Broadway，還是 country， 還是 light， 你叫無相 style。OK。when 伊無相 star 咧，伊嘛出來無相嘅咯，對。特別奇怪啊，特別 AI 真正 advance 啊，真正 advance 啊，真正伊嘅 technology 真正好了啊。until 我放啊 ，you give me 變成福建 music， 伊出來變成福建喎，你睇，變成福建嘅歌，出來之後就斜鏡咋嚇。伊出來，伊贏我字啊，變成福建咯。我只係借到我冇放出來個在 YouTube 啊，冇放出來放 Facebook， 我燒掉㗎啦啲歌。所以一大堆咋，所以伊 to go to select 呢邊嘅歌 ，actually 我 go through 真正個 process。after 我做呢個 music 嘅時，after 我 AI 嘅時，伊出來一大堆無相 version， 一個 version 啦，我叫伊無相啊，所以只係個 version， 佢啦無啱 ，until 一個。Vishnu 看我放喺 Facebook， 但係真正啱，我聽到講，哎呦，這裡好了咯。Actually， 我聽伊個聲吼，淡薄成個淡薄 Nusantara， 因為淡薄成個 Southeast Asian 嘅 flavour， 淡薄成個香瓜，淡薄。我 that's why 甲你講啊，我甲你講 social media 真正 terrible 有陣時啊，甲你講啊，我人放一個做好一個物件，本有人 comment 嘅咋，wrong pronunciation， what is terrible 咁樣叫我睇到你講你變冷嘅，係你。是我講小無門路講小無好門路，人做好心 promote 變咧，有人你看物件。我能了解啊，龍。我能就了解，我能就了解，你往做一集你咪是就那個多。又見啊，我成日講你看面皮教你做你爽就係啊嘛。好，人講做爽不見10手幾人。講明個就到，做爽未？做爽不見爽咪10手幾人，可能爽嚟啊！冇，阿龍其實有。講電刀，我教你講電刀，你看到我城市咩事冇？有城市咩事？見哪事？係你 sister 事？電刀人事係你啊，電刀 sister 事啊！我尋到你 sister 人教我名咋，笑嘅，你就名咗啊！試落、臭落、河落、佢個落、就個落。我看到。有陣時，冇，我教你講有陣時，你打波太驚啦，夾臭落我人啊！試臭落，試臭落河落，唔係試落臭落河落，佢個落就個落，我哋落噶啦，我揀你啲聲啫。係我講你寫伊分做伊個故事。阿龍，咱本來學見嘅即個， I mean 希望把這是咱有教
in data 嘅時啊，伊即係本來學嘅誒 generation 係讀本來應該換啦 ，depending on 得一個伊用得一個 large mod 即係 model 啦。因為阿龍你使講話啦，你講咱本來學嘅誒做掉嘅迄個 AI 嘅 training， 阿龍你聽到話？我有聽到。哈，咱當然咱做即個 AI 嘅 training 嘅，你再講咱當今 contribute 掉伊 data 嘅是係咩物件？你講就係配。當今做嘅較濟是 transcription 啦，你無 transcription 嘅話，伊就袂，伊唔知你講嘅物件是啥物意思嘛。所以我做咗只 transcription，甲了我變做大佬，係了變成人字，所以有只隻我用只隻亂嘅定變成學緊嘅講話 conversation episodes 啦，了較濟是人現時講故事啦 ，because 伊你特別可以規則嘅故事嘅，你人安尼成班嘅你可伊是 big data 一個譜嚟，特別你特別講。有頭有尾嘅故事了，伊該掠用嘛，伊該學到物件嘛。所以我同伊主要是講故事咯，我考慮叫人坐落來講故事，成班年咋，特別伊特別有頭有尾咯。伊講過嘅故事咧，我做 transcription，大佬拍字，然後甲 AI 講這裡是啥物意思，大概是啥物意思。所以伊掠到了嚇，伊掠到我伊嘅聲，伊家己做 analyse 啦，對 ，training 先。所以我甲你講，為我做一個歌5倍時間一個My next one 是叫吉布子咋，吉布子未出了咁慢。吉布子未出了，吉布子是本來學嘅你聽眾，最人咪做吉布子咩？新加坡。吉布子四樓椅啊！我寫了一個四樓吉布子 busybody 四樓椅。但係寫了後尾我咪做嘢 video 呢。So actually 佢講好潮入some of the apps that one discover 時你係Hokkien English 啦 English translation 落去let's say 你係吉布子啦 KAYPOHCE 一出來伊知 meaning 伊知無，特別你就係你用到這個字嘛 ，yes，特別你就 one thing is you have to put 特例位 that means inside your prompt 講 this Penang Hokkien accent so that 伊會了，無伊唔知這個吉布子是啥物咋，it can be anything 你知道，所以伊是但係伊 pronunciation 就無相咋，吉布子你吉布子你無相，所以你就係伊嘅 prompting 嗰邊係 Penang Hokkien dialect 你講了伊略咗啦，你講，所以 one thing amazing about AI 是同佢伊嘅 technology 真係 advance，無成聽到呢咋，所以伊做真正濟限呢，你講你愛 joget。你愛教俾咱學 kron，了你就 mention 你嘅 musical instrument，also 我係落去嚟 basic instrument。我係I want to use Malay Kompang Chinese 2啲物件噶啦，你係落去，你後底伊會用啲物件咯。攏都會。prompting 你用 Suno 啫？你用 Suno？我用咗一隻，我 actually I experiment with a lot of apps，not only Suno，個 Mureka 啦，啲after that 個一個 music GPT 啦，you know。發生微娃娃無來嗬，微娃娃拿來攞人鬥個人剪個人，唔是剪。你冇噃，你拉會使到底做一個 episode 咧，跟佢講，係啊，攞人寫一個歌，咱可以一個 idea 咧，可攞人寫一條歌。係攞人去鬥咯，咱直接邊一寫就好咯。冇問題 ，I don't mind to do that。老做。collaborate in this way 啦，no problem。so 你 start 你做你嘅 Hokkien pod，first thing 是 I think you need a Hokkien podcast 嘅歌，你嘅 jingle。特別你 start 嘅時啊，你會播啲講照緊當背背都講，邊靚當背部係咪？我一隻快，你係點心小人小姐啊，人閒啊，所謂點心是姐。這是我點心20年嘅點心。OK 啦，我俾咱 before 咱個十幾分鐘個特別，我俾每路即就是你細漢，I mean 你感覺到啦，你嘅 creativity 是到落來，你成日自己邊當比賽，你出來人你媽你爸有成 creative 嗎啊？我甲你講啦，我 father 真正 creative 嘅，伊甲你講就我 father 伊是做mechanic 你知道，特別只教鐵土
music 嘅啫。嗯，伊家己學啊，點解四人嚟時，四人特特走去一個you know Penang嘅Chinese Association 啊，成個一個張龍張成啊 ，you know 啲after 清華啊，即係嗰陣時鐵土嘅你 Chinese Association，即係 Chinese music 嘅嘛，所以佢特別四人，佢邊佢學，同佢伊有鐵土真正隻 music 嘅 instrument，有三線邊 Chinese banjo 一本誒 ，then after that saxophone、violin，佢有一大堆，家己學嚟啫，家己學，你講伊去入邊即係伊人嘅師傅啊。教伊咯，你個囡仔你講教你，咪個教拍吉他佢有拍，真正啫。然後要教我本，特別我教我手無聽，我唔係練吉他。你咪第一聽。阿摩尼卡有咧，我隔離有一條阿摩尼卡嚟。OK。你後日唔見到 ，then 我是特別我是在是寫 creative 做呢個物件 ，then 後尾我罵你本是 creative 我罵你可以講啊，你唱歌就搞，你使人攞你做嘛，我拍 music， 我罵唱歌。所以到底入面你在你工會入邊拄到嘅。拄到了攞你教伊咯，教伊嘛我諗出來咯。OK。你做 then after that 我話你啲方面啊。我特到讀冊嘅時，我Seni Lukis新加坡嘅人佢都知嘅，但我學同朋友佢都知嘅，話個只水咯。So then after that 好潮嘅時啊，我佢會記我 Form 1嘅時啊 ，Form 1 Form 2我呢做生意嘅咋，你知唔知做生意冇 ？Entrepreneur。點解我諗做 soap basket 啦？你就用沙本啦。做伊個你刻意好，你是做了 ribbon 你講啦做啦，我咁個電腦只係做你可能會驚，了你我做真正水，我個做酸啊，個做 trolley 啊，個做 not just the flower basket 就out of 你用沙本，做個只有這樣款，了我而去賣啊。Firstly 是真心嘅事，我是賣我朋友，伊講別送伊 girlfriend，別對 girlfriend 嘛，我 schoolmate，so哇！我咧看咧，我賣唔知10塊11塊，你看啦，10塊12塊一個啦。你佢佬搞邊咋？後尾你去 Form 6就冇看到啊，暑假咋？佢佬搞邊？我等做生意，我等做生意做咗呢啲嘢。你話我學包麥看我冇名話特別講做事做特別都做。未使講無讀冊啊！就所以講電腦嘅事，小嘛電腦 Form 1 Form 2 already 實做啲物件，來無係讀冊了嘛，都後頭做嘛。So then after that， so Marcus， John，係咪我啲都？我咪講，我咪樣especially樣子較少年嘅，樣捌看過哦。So Marcus 唔是之類，安尼講咧。Last time 咪較水咯，我嚟 last time 係錯咯呢。我甲你講，我做電腦真正水，我個有大我 shelf 度邊咧，酸甲粗呢個有第八隻嘅嘅，伊嘅酸甲粗邊真正水，電腦即係普通啦。你三本個係邊啲個啊？你看一個，你當佢放一個啊，真正 common 嘅無水嘅，哇，真正水就使人家買你人家買，我做㗎。我especially 你會佢哋少年嘅樣，規看會曉，我看過這類物件。Because 電腦嘢嗰時係多，人係多度啊，胖嘅嘛。安尼講啊。胖嘅。你係咩嘅？電腦垃圾巴莫利花。電腦嘅查某只暑假一個物件，即係同你講，所以做嘛，做。我唔係暑假。我查某嘛。兩個老豆我緊啊。珍珠咋？我做珍珠。你知哦？唔是你年代啦，做，then after that 我做個只水，then after that 我送我媽 birthday 嘅時候，你是吹你珠鏈珠鏈我做所以做呢個物件，你想就我只 creative 啲物件啦，you know，then 嗱九三字你有 creative 啊九三字你做只呢？做鬼，這個我哋做咧。冇 creative。I think 我看我媽做呢。即你看你嘛，
阿龍咧，阿龍話點解做乜嘢啦？你可能寫物件的咯，我嘅 creativity 是這邊。寫啦哦，特別你做你想下你做 graphic design 是 not bad 做你。是啦，我有淡薄啦，特別我冇講真係 skillful 啦。skillful 本來所以講แล้ว這裡 of course 這裡上海拉鎮協小英明講啊，特別。maybe 唔係揾個料嘛，上海拉鎮係 Paris 真係係 professional 嘅 photographer 嚟。到啲開國會但我看到佢哋做 basket 我想到佢我羅晴妮佢哋 era 時，我睇到一本成個風采 magazine， 一時講嘅，一記。伊拉有格魯真係 crafty 嘅物件，所以有一日我看到伊格魯唔知用麵粉啊。米粉做多แล้วทำจุ้ยแล้ว唔知ทำ下咪嗬，一帶出出來會叫來摸一個物件，แล้ว你叫去補伊，แล้ว伊就變定去啊。แล้ว我叫來做過，你看啲物件，我本叫來做一個 basket，แล้ว我送給我嘅 friend 嘅 mother。伊做啥 clay 呢啦？伊做啥 clay 呢？特別你是自己做嘅 soup 啦，我諗用爆米花 laksa， 聽到就係自己用啲爆米花。我做 basket 嘅，我做 basket 嘅。我做啲哪呢？特別 crafty 咯。爆米花 laksa， 又等陣講嚟講嚟票，講lux 講香港呢 ，lux 香港酸啊咋？但酸叫咩福建話？酸是天哥，天哥，真正濟人咖啡得你啊！你阿莫姑娘未做？我賣10塊，你講賣，我俾隻。哇，10塊就貴咗就10塊。你特別超工咧，超工嚇。撳俾啊，水意思。你嚟咩？你尖啊？你個對，一尖到尾後尾有豬嘅有咧，有豬嘅尖。大頭尖嘅。你嚟邊？對。叫你邊爆，我叫你邊咯。都會少年嘅人啊，即係送巴機人唔制㗎，你講唔制。我佢邊年代我唔兩個年代，你看你 green screen 裏邊咧，伊特別注意看 green screen 裏邊有一個叫932嘅隻電話機啊，伊就幾歲嘅？就幾歲嘅？我今日做呢度病。所以我是你，但是多招卡主角 ，OK， 做龜整三拜啊！特別招卡整三拜呢，經紀啊！真你看，我冇少年了，你看 ，actually 啊，因為我本是，我諗到邊咧出事啊，只借你可能咪叫人做啊，人真正看到只 experience 啊，about 邊咧啊，真正爽嘅。點解我到邊咧 street 你知啊？我到邊咧 street 邊嘅，所以邊咧 street 咧有一個 clean 啊，但係到賣一個阿三laksa啊，龜大欖啊，好正嘅就講啊，你講咧，哇！打了一隻咧，邊領書是到嚟邊領書是唔是當啲會咧差規格嘅啫？等你你clean 下機，差規格嘅咯。等你有差規格咩邊？有嗰啲是唔是針對兄弟？會大。而家都得你物件貴，一個店啦。你到底是冇定，你等你會嚇？冇定標嘅對啊，即係話幫發嘅定。冇定標做。伊做，一人寄嚟俾，有時我人特登講，寄嚟俾，鵝巴，有我人佢就叫鵝巴，特別一定有 maybe 有一把叫鵝巴 in the whole place。想冇想看冇想咧。想看到當然叫伊人鵝巴，你知啊？然後但你講伊人嘅阿三lak沙，伊嘅龜大欖真正好食，แล้ว伊嘅即個咖喱巴法真正好食嘅，甲你講伊人做แล้ว伊人夾呢啦，係啦，樣夾嚟一嚟俾，一啲就冇定標咧，8號樣俾好食咯，甲你講，即係即係邊邊馬祖咪咯，你細漢到底到底會出事嘅？OK， 我到一個Bawasar Road Nagore Road 嗰邊特登 clinic 有一個 clinic 嘛，我到邊出事。Then after that，我到Bawasar Road 一個，人聽到有Bawasar Road是到FEMA嘛，FEMA後尾咪就叫Bawasar Road 啦。Then Nagore Road 叫Nagore Road 啦，就Then after that 我到一個，聽到我細漢時搬一個座位啦，because 我爸個媽。
無類啊，可能當搬來。所以厝所以就被轉來轉去啦。then Burma Road 本大過 Penang Street 本大過，特別我係麥啦，伊開洗衫店 Penang Street，如果聽到會記啊，對面奔向啦，restaurant 有一個洗衫店啊，是我係麥，which is 我婆啦，我婆開嘅。對掛馬啦，掛馬開。所以特別琴日你細漢，所以你特別接落來，你讀 Saint Xavier 小學甲中澳門讀 Saint Xavier 對。甲 Form 5啦。所以我近日所有人講，人問我話你讀你無上學到，我講 actually I'm a very good example， 我講啊 of someone study English school, Malay school, Chinese school。對，你讀了嗬，仲你冇讀過。John，係咪唔使你爸爸教伊哦。你爸爸教俾伊哦。我係爸 actually， 我係爸本是 Saint Xavier 嘅學生，我係爸。然後伊本教 Saint Xavier School，特別伊教 Saint Xavier 是教 branch school， 落啲 good 嗰邊，這是 primary school 啦，primary 嚇對 ，primary branch 嚇，不，I mean 嗰邊咪是有頂到是冇話 high school 咩？我就對你講，是冇，落啲 good 是幹啊，一幹啊對，因為 church 對面嗰邊，嗰啲 Immaculate Conception 嗰邊邊就傻爽嘅，頂到邊一間觀察點。but anyway， 不是冇啊，so 你讀過㗎啦，可能我等我等冇讀過，你 Saint Xavier 做係咪 interesting？ 點解我人係點寫個 open 講真，如果可能我等冇學我正為人放，你講啲咁樣教，我叫咩跟住咁，你看得你馬大嘅 University Malaya recently 得你 drama 哦，actually 冇物件嘅，就加上快冇物件。嗰啲做只亂啦。呢時我前實我前嗰陣做到咩數？一禮拜一個 case 嚟。呢時因是一個 drama competition 係啦，因有一個先是大波嘅，就我哋變成為藍嘅那個冇物件喺度，情確嘅咯，總之咧就。依句你先，因就講佢你先是惡先嘅，未使，係了你 UM 出嚟 apologize 咗，所以我冇俾佢 apologize 係咪嘅？就是你看啦，冇偷收，冇話冇小資，冇幫行本咗。聽到我人80年1980s 啦，我人1980s 讀冊時啊，冇你看你物件，人講你是只普通嘅講我頭先講，你正面翻本學正了咯，佢講掉，冇得學等我，係得等掉Abdullah Munshi 啊，係嘛？講到好 Abdullah Munshi 我頭邊讀，我頭邊讀咯。即係 Form 6嘅事 ，Form Upper 6啦，Upper 6 Abdullah Munshi。我很正嗰邊咯，係啦，特別講真啊，Abdullah Munshi 是咧，係咪？講到好嗰邊嘛，嗬。對，講到好。我唔知，特別我同你講啊 ，when 得你是人 state officer 上我去啊，我唔驚，跟住哎呦，鹽豬屎啊！代表我坐架車啫，我係搭架車去，我搭架車去紅燈嗰陣喎。OK。然後後頭好架債，你講好架債 ，during that time 嘅事啊，無我1 year 代表啊，無 flood，that year 係無 flood。下邊就個電話貨幣。我媽做啊佢㗎，講真無that year無鹽豬哦，奇怪哦。你細漢你會記你嘅childhood memory 就會記嘅第一次咩係咩物嘅 ？OK， 我第一次咩啊？你講真啊，14歲嘅時啦，Form 2啊，我讀 Saint Xavier。但當我參加，我同你講 how I become very daring 隻大 stage 真係。One experience from 2嘅時 ，from 2我會記有一個Minggu Bahasa 啦 ，OK。我同你講就係特別潮嘅，你捌到地 Minggu Bahasa， 所以我咪是被潮即個Bengawan Solo 咯，對哦。但係就 from 2嘅時啊 ，from 2嘅時我諗係聲會做查某聲嘛。講嘅。你可以就冇。所以我同你講好似就，我會記住你 memory 啦。Then when the music play 嘅時啊 ，music 跌到嘅時啊，我咪出來咯。
哇！我厲害啊，跳舞真係，哇！你是你只你見過咯，但你唔夠玩 solo 啊，你見過咯有asrama啊，burung kakak tua 你咪㗎，但你聽到 boom 就到棒嘅啦，你 burung kakak tua 你對，so 但你掛要唔夠玩 solo 嘛，我夾來比賽，我你得個 confident 出來，我個跳舞人成我自己好啦，真係，我哋未，哇！kakak 嘛 solo，就好笑。我學緊人潮咋？你俾啲咁人潮啊？我未見過，未見 all the words 未見，我俾你，我騎你我哋講，我點解自己嚟邊？我當自己嚟邊咧？我飛死嘅先，你after that 啦，然後 after that，我係朋友嘅啦，當我等，佢差人話。我去，你知我行落去坐巴士嘛，去一個平行路特別坐嘛，行落放放北歐嘅時，所以 every time 我北歐嘅時啊，大家有在拍鏡啦，後尾啊，放假我 solo 佢知哦，衝地路啦，哈哈，都差輪話啦，你講 ，then after that 我記得有一個大波甲我講啫嘛 ，after 有一個學生甲我講，伊講誒 Francis 啊 ，to tell you the truth 啊 ，that day 嘅時你唱啲歌。Dari Kasmir lah, principal tahu pegang kawi betul je macam tu. Ini chill je, ini asyik pengsan ni. Ini你好屌啦，你好屌。笑到冇得地，我教你講聽到笑到冇得地，特別 but that incident 啦，做我冇講真，做我冇驚啦。Because 我朋友嗰陣插人話，咁唔敢 solo， 唔敢 solo。哦，所以特別做咗 Android Train 呢邊陪教是唔是？你聽 after that I say to myself， 我講 to myself， 我講啊，你講我未使可能笑我了，我條唔呀做好好，係 in front of the camera on stage， 真正好了厲害 ，and true enough， when 我到 KL and when 我到 stage 做 MC 嘅時，人講真係厲害 ，because 冇上個電腦你啦。真正 steady，then after 會講笑嘅物件了像 BB 波你講啊，你看我多正規做嘅，你看咋你乜睇物件都做嘅，你冇驚嘅你講你看就你哋廣告我做 shopping diva 你公司巴沙，你看個大單咧，我只做一爸一 baby 一媽，嗰時我做嗰啲廣告，呢時你公司巴沙啦，然後 shopping diva 公司巴沙。只人看到你啫，當你伊廣告出來嘅時，笑啦你，兩個好看，假如按咗買菜唔免多辦事，唔免出類。老咗，好個就係人嘅導演冇個走去。冇想啦，人 experience 咗了隻物件 ，it become rather than 人激心嘛，可能bully 嘅物件。人 say to ourselves, we want to take it as a challenge. Take it as a challenge after we move on lah, then improve lah, you know. Saya tadi bengawan solo,我punya stage fright that day because 我冇agak 我笑雜bengawan solo kalau 我笑咪未記我都笑啦，我哋我哋記啲 lyrics 掉，所以未記啦，咪死啦，哎呦，你未寫未清幾嚟句我當係咪嘢記啊？期待你，solo 期待你扮嘢，solo 即係幫我嘅時，行落隊嘅時啊，搞表，後尾見到，solo 就大隻一大堆嘅，你覺得我死咗啦。tapi kalau lah saya bisa motivate lu pengen cakap wah patau sih kita think sih tapi kau jempin apa感謝我講即係時常嘅人咯，講時係時可能叫報曉啦，就冇興啊，所以話即係人變配嘅舊嘛。對咯，那就半得唔捌看過呀，看咩看啊？半得唔捌看過呀。你使你考我朋友嫁到你字啊，入邊啲人叫我講死落、臭落、惡落，佢個落出個落去做落。感謝你起來即係變面做嘛？
起來個變面做嘛，就是一個 Francis Fashionista 啦。馬祖你做嗎？對馬祖 ，sorry，馬祖變面馬祖個個地方做嘛唔是，做嘛是分做老馬祖感謝你起來甲我講你告訴就是不到有影嘅事，你俾甲我聽你告訴啊，我就大概知咯，因為你使起來或者我甲你講，特別確定我講冚大你唔行走過 ，OK？你 stay 就正我咪講幾告訴你使去幫搖幫曬即係成日去 break 即係，然後 like next hour 我是落幾告訴你嚟聽咯，幾告訴我咧就講做咩事，定到 shopping 地方俾曬做啊，唔知是有幾上面物件，我咪到對嚟聽到對下禮拜到對嚟聽。等陣我俾 before 冚大事咯，妹正幾人攞物件俾妹哦，有蝦米物件俾妹哦？冇啦，看樣我咪咪叫Enrico 來哦，冇來講你等誒，哇！你看哇頭先起來，啲頭先起 YouTube， 等你 YouTube live stream 嗬，成個事哦。OK， 感謝大家都係收聽啦，感謝阿龍甲人contact 嘅這個馬祖禮拜嘅到呢度，感謝豆嘅介紹這個馬祖 approach 馬祖咧是起來做直播，感謝大家，禮拜再見，這季節到呢嚟聽鬼故事 ，OK， 拜。頂個禮拜無看 episode 入邊這邊訂這邊依靠訂看訂聽訂在現條錄音時佢通知咯，拜，下禮拜再見。